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校园里面散步了。对啊，最近展销会你也挺累的吧？还好，毕竟是做自己的公司。展销会结束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再分开了呀？分开？你在担心我们会分手吗？你是不是傻瓜呀？我是说展销会结束后，咱们团队拉到投资，咱们团队就不用担心分开了呀。真是吓死我了你！小川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创业就好像是小时候垒积木一样？这个小朋友呢，给你一个长方体，那个小朋友会给你一个正方体，慢慢的积木就这样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然后你们就可以一起拼凑出心目中城堡的样子。我小的时候不喜欢玩积木，6、7岁的时候喜欢玩4位数的加减乘除。你又这样。谈恋爱真好，亲吻也挺好的。我们肯定不会分开的。就是蒋正涵和夏林熙比较可怜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夏林熙要走了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小西真的为了给蒋正涵筹50万，答应他妈要出国呀？是啊，我大姑早就想让夏林熙出国了。那蒋正涵知道这事儿吗？不知道。不行，这事儿必须告诉他！快！哎，我向夏林熙发过誓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告诉蒋正涵。